穿越斗罗，觉醒天牢系统，只要镇压有罪之人，就能获得系统奖励。凭借系统，龙傲天年仅20便已经成功晋升封号斗罗，并且还被千岛流破格提拔为武魂殿的第8位供奉。而就在今天，教皇殿传来消息，猎魂行动失败，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胡列娜背叛武魂殿，把计划泄露给了唐三。胡列娜，你背叛武魂殿，致使武魂殿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。既然如此，本座今日就将你这个叛徒缉拿归案。娜娜，你关禁闭的这几天，在这里好好反省，等过几天，教皇冕下就会把你放出来了。哥，我明白。还有，你不要想那个唐三了，他是我们武魂殿的大敌，你们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听哥一句劝，赶紧忘了他吧。哥，你说唐寅和唐三为什么是同一个人啊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娜娜，造化弄人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你就别想了。你要记住，你是武魂殿的圣女，要把武魂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可我就是不甘心。胡列娜，你忘恩负义，背叛武魂殿。今日，本座以武魂殿第8供奉之名，宣布剥夺你的一切权利，并对你进行缉捕，束手就擒吧。就算你是8供奉，也不能不讲道理。教皇冕下已经把娜娜关了禁闭，你为什么还要抓她？跟武魂殿的一个叛徒，本座有什么道理可讲？胡列娜身为武魂殿的圣女，却勾结唐三，做出背叛武魂殿之事。本座决定要将胡列娜镇压在地牢50年。8供奉，你没有教皇冕下的旨意，我不能让你带走娜娜。区一个小小的魂王，还妄想阻拦本座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抓捕地牢囚犯1名，奖励天牢监管者雾护法。属下雾护法参见典狱长。没想到竟然是斗破世界中的雾护法。雾护法，你的实力如何？回典狱长，属下在斗破中虽然是上不了台面的斗宗强者，但在斗罗这个玄幻下水道里，应该能跟神王打一打吧。不错，以后地牢这片区域就由你来监管吧。典狱长大人放心，有我镇守，地牢里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他也别想逃出去。龙傲天，我乃武魂殿圣女，你没资格关我，赶紧把我放出去。如果老师知道你关了我，你就完了。叫什么叫？这里是地牢，不是你家，而且还敢对伟大的典狱长大人不敬，看来我有必要赏你100铁鞭，让你尝尝记性了。这100铁鞭算是给你的一个教训，今后若是再敢在地牢中瞎嚷嚷，对伟大的典狱长大人不敬，我保证下场会比这严重10倍。教皇冕下，你救救娜娜吧，她被武魂殿的8供奉抓走了，还说要镇压娜娜50年。教皇冕下，若是娜娜真的被关押50年，那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可就没了。这种惩罚对娜娜来说简直太残忍了。拘鬼长老，你们速去供奉殿，把娜娜带回来。娜娜是我的弟子，就算她犯了错，要惩罚也是本教皇惩罚，供奉殿还没有资格插手。遵命，教皇冕下。拘鬼长老，你们速去供奉殿，把娜娜带回来。娜娜是我的弟子，就算她犯了错，要惩罚也是本教皇惩罚，供奉殿还没有资格插手。遵命，教皇冕下。胡列娜被本座关押起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？我当然委屈，就算我犯了错，要惩罚也是老师惩罚我。你把我关起来，简直就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你这么做，难道不怕老师的报复吗？本座告诉你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有罪，本座都要一律将其镇压。别说是比比东，哪怕是顾大凤、千道流来了，也别想从我这里捞人。龙傲天，我劝你赶紧把我放出去，否则耗子尾之。看来事到如今，你依然没有认清现实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罚你今天不能吃饭，让你知道忤逆我的下场。不吃就不吃，也许不用过完今天，老师就把我救出去了。哼！唐三，你要是知道我为你背负了那么多，不知道会不会心疼我？要是能心疼我1秒钟，那么我付出再多也值了。我等奉教皇冕下指令前来讨要武魂殿圣女，还请大供奉出来一见，把娜娜交给我们。月光鬼魅，你2人来供奉殿做什么？4供奉，你们供奉殿抓走了我武魂殿圣女，赶紧把娜娜交出来。
什么意思？供奉殿什么时候抓走了武魂殿圣女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别装傻了，不久前娜娜被供奉殿的八供奉抓走，难道你们还敢做不敢认吗？你是说老八抓走了武魂殿圣女？没错，赶紧把娜娜交出来。月关、鬼魅，你们走吧，回去告诉比比东，供奉殿是不会教人的。胡列娜既然犯了错，那就应该受到惩罚。老八代表供奉殿执掌一切善恶惩罚，他所抓之人既是供奉殿所抓。大供奉，娜娜是武魂殿圣女，对她的处罚应该是由教皇冕下说了算。你们如此行事，怕是有些越俎代庖了。我说了，人不教。如果比比东想要人，那就让他亲自过来。大供奉，你们难道没听到大哥说的话吗？还不赶紧退下，不然的话，老夫可就将你们打出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二人就先告辞了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八，听说你抓了胡列娜，还要关她50年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比比东因为此事已经打算亲自来供奉殿要人了。比比东他要是有本事的话，那就让他过来劫狱好了。如果比比东前来劫狱，那注定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笑话，我在天牢外面虽然仅仅只是一位90级的封号斗罗，但在天牢里面有无敌领域加持，我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哪怕是斗罗5大神王来了，也得乖乖的给我递烟。更何况还有战力堪比神王的雾护法，可以说我这天牢谁来谁死。嘿嘿。老八，二哥在这里得提醒你一下，你可不能小看比比东。现在比比东的势力已经今非昔比，哪怕是供奉殿也不能轻易撼动他。老八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，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位有罪的人。但老二说的没错，胡列娜身为武魂殿的圣女，背后有比比东撑腰，你想要制裁她并不容易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说的我都懂，但你们放心，我有办法对付比比东。只要比比东敢来我这里，我必然让他有来无回。到时候，我不仅要制裁胡列娜，还要同时制裁比比东。制裁比比东？没错，比比东身为武魂殿的教皇，但却对武魂殿没有半点责任，反而一心想着摧毁武魂殿和天使一脉。如果继续放纵下去，说不定武魂殿会因他而寂灭。武魂殿的毒瘤从今天开始，必须要一个一个的开始拔除。老八，你疯了！比比东是武魂殿的毒瘤不假，也确实需要被制裁，但他的实力很强，连我都不一定不是他的对手，不是你想制裁就能制裁的。老八，制裁比比东，你是有什么十足的把握吗？大哥、二哥，我前面说了，只要比比东敢来，我必然让他有来无回。雾护法，出来吧，让我大哥和二哥感受一下你的压迫感。属下雾护法参见典狱长大人。这是神奇强者，对方散发出来的气息，甚至比我天使一族供奉的天使神还要强。这是神奇强者，对方散发出来的气息，甚至比我天使一族供奉的天使神还要强大。老八，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靠山？大哥、二哥，此人是雾护法，实力大概相当于神王，是来自一个比斗罗神界更高级的位面。如今他在我这里当狱头，负责镇守地牢。只要比比东敢来劫狱，我和雾护法必然会让他有来无回。照这么来看，如果比比东真的敢来劫狱的话，那无异于自寻死路。对了，大哥，现在小雪应该还在天斗帝国执行卧底任务吧？对呀，怎么了？大哥，把小雪叫回来吧。在我看来，小雪的卧底任务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，不如让小雪早点回来，然后担任武魂殿的新一代圣女。到时候等我解决了比比东，小雪就是武魂殿的教皇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卧底计划根本没有任何意义，与其继续那什么卧底任务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早点回来继承我武魂殿的家业。既然如此，大哥听你的，回头就把小雪召回来。老八，既然你有办法对付比比东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大哥、二哥，慢走。比比东，你带着这么多人来供奉殿，怎么是打算和供奉殿开战吗？我并不想和供奉殿开战，我只想把娜娜带回去。但如果你们供奉殿不把娜娜交给我，那我也只好动手了。比比东，你放肆！你若胆敢和供奉殿开战，我们不介意将你扶住，然后废去你的教皇之位。你们供奉殿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？别忘了，我才是武魂殿的教皇。比比东，你回去吧，供奉殿没有你想要的人，想要人的话，那就去天牢。大供奉，你什么意思？
我的意思是，胡列娜是被八供奉抓走的。想要人的话，那就去天牢找八供奉。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，供奉殿都不会插手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大供奉希望你能遵守承诺。大哥，你是打算要放弃老八吗？老八的魂力仅仅才90级，以他的实力，怎么会是比比东他们的对手？我并没有放弃老八，只是老八跟我说，他有足够的把握对付比比东，并且还向我和老二证明了一下。原来如此。老四，你去一趟天斗帝国，把小雪带回来。从今天开始，卧底任务正式结束，我将册封小雪为新的武魂殿圣女，让她拿回属于我千家的一切。遵大哥。举鬼长老，你们先去天牢找龙傲天谈谈，如果他肯放人，那这件事就算了；如果他不肯放人，那到时候你们就直接动手劫狱。龙傲天不过只是一个90级的封号斗罗，因为天赋特别出众，所以才被大供奉破格提拔为了武魂殿的第8位供奉。以你们2人的实力，对付一个90级的龙傲天，绰绰有余。遵命，教皇冕下。老鬼，这里应该就是八供奉的天牢吧？应该就是这里了。老鬼，我们直接强攻吧。强攻不太好，毕竟对方是武魂殿的八供奉，还是先和对方谈一谈吧。如果对方能把娜娜交出来，我们也省得动手了。二位来我天牢，所谓何事？龙傲天，赶紧把娜娜交出来，她是我武魂殿的圣女，你没有资格关押她。只要你把娜娜交出来，那这件事就这样算了，教皇冕下也不会对你进行追究，否则的话，就别怪我2人对你不客气了。胡列娜被我判了50年，等50年后，我自然会把她放出来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。老鬼，你先站着别动，让我来。龙傲天不过只是一个90级的封号斗罗，看我拿他！这龙傲天好强的实力，竟然能跟我一个堂堂95级的封号斗罗打得不相上下，不愧是被大供奉提拔为第8位供奉的人。老鬼，这小子不简单，我们一起上！该死，这龙傲天怎么这么邪门？我们2个95级的封号斗罗一起上，竟然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一朵菊花，一个小鬼，就凭你们也敢前来劫狱，真是不自量力！龙傲天，败在你的手里，我们认栽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并不打算杀了你们，不过你们既然敢来劫狱，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你们2个人只能有1个人离开，剩下的那个人就留着和胡列娜作伴吧。菊花关，你走吧，把消息带给教皇冕下，我留下陪娜娜。老鬼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带教皇冕下前来救你们。雾护法，属下雾护法参见典狱长大人。雾护法，你去把鬼斗罗和胡列娜关在一起，正好让他们2个人做个伴。遵命，典狱长大人。鬼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娜娜，我和月关本来是前来救你的，结果不敌龙傲天，于是被抓了进来。怎么会？不过娜娜，你别担心，月关已经回去把消息带给教皇冕下了，相信不久之后，教皇冕下就会带人前来营救我们了。教皇冕下，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，我们必须赶紧把娜娜和老鬼救出来。传本教皇命令，召集长老以及执事，强攻天牢。遵命，教皇冕下。龙傲天，赶紧把娜娜和鬼斗罗交出来，并且再向武魂殿公开道歉，如此我便可以对今天的事情既往不咎。否则的话，本座今日就灭了你这座天牢。灭了我的天牢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！比比东，不是我说，就凭你还没有这个本事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菊斗罗、魔熊斗罗、鬼豹斗罗，我们一起上，给我拿下龙傲天！一群蝼蚁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强大，什么叫做无敌之姿。
怎么可能？一个刚刚晋升没多久的封号斗罗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实力？4名封号斗罗同时围攻龙傲天一个人，结果却被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3个。龙傲天，你的实力究竟在何等境界？比比东，你别管我是在什么境界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无敌就够了。龙傲天，你少得意！你以为我就没有办法对付你了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如果我拿出全部实力的话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这么有自信，那你可以试试。龙傲天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把娜娜和鬼斗罗交出来，我立马就走，所有事情我都可以既往不咎，不然的话，就算鱼死网破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还想和我鱼死网破？比比东，你也不照镜子看看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哼，龙傲天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吧。该死，这龙傲天，他的实力怎会如此强大？我已经用出了全部的实力，怎么却还是被他压制？要知道，我可是极限斗罗啊！比比东，我早就说了，就凭你还不是我的对手。龙傲天，你少得意！虽然今天我败了，但迟早我会把场子找回来的。比比东，既然来到了我的地盘，那就别想出去了。龙傲天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想把我关起来吗？恭喜你答对了，我就是要把你关起来，然后好好的调教你。比比东，你身为武魂殿的教皇，却得不配位，屡次出卖武魂殿的机密。更过分的是，今天居然带人前来劫狱，简直罪不容恕。今日本座以典狱长的身份宣布剥夺你的一切权利，并将你镇压天牢100年。今日本座以典狱长的身份宣布剥夺你的一切权利，并将你镇压天牢100年。龙傲天，我是武魂殿至高无上的教皇，你没有资格关押我、惩罚我、审判我。看来天牢里很快就要有新人进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比比东已经被典狱长大人打败，他马上就要被关进天牢了。怎么可能？老师怎么可能会被打败？他可是极限斗罗，除非神奇降临，否则谁又能审判他？真是无知！典狱长大人的强大，又岂是你们这些蝼蚁能够想象的？在天牢中，典狱长大人就是无敌的。别说一个比比东了，哪怕是斗帝强者来了，哪怕是荒天帝来了，也得吃上几天牢饭才能走。比比东，迎接来自典狱长的惩罚吧！龙傲天，你赶紧把本教皇放出去！比比东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武魂殿的教皇了，在这里，你只是我天牢中的一个囚犯，而且很快就会有人接替你的教皇之位。龙傲天，你凭什么镇压我？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教皇之位？我要见千道流，放我出去！这一巴掌算是给你的一个教训，让你认清现实。比比东，你记住，在这里你只是一个囚犯，没有资格提任何要求。你身为教皇，罪行累累，本座没有杀了你，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。我劝你最好懂得珍惜，接下来的100年，你就在这里给我好好的接受改造吧。龙傲天，你放肆！你不准关我100年，放我出去！我要见千道流，我不接受什么改造，我比比东的人生，你们无权支配。典狱长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例行检查。龙傲天，你把我的老师怎么样了？我没把他怎么样，只是将他镇压100年而已。龙傲天，我已经饿了2天了，你现在应该能让我吃饭了吧？不让你吃饭是我对你的惩罚，因为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所以你不配吃饭。龙傲天，你凭什么？我不过只是放走了唐三，纵然有错，但也罪不至此啊！我再不吃饭就要被饿死了。罪不至此，身为武魂殿的圣女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知道猎魂行动中唐三杀了多少武魂殿的人吗？放走唐三，你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武魂殿之人吗？你根本不配当圣女，更不配当人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。你对不起武魂殿，对不起所有人。龙傲天，你说的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你就没错了吗？我只是想为爱勇敢一回，难道追逐真爱也有错吗？真是好一个为爱勇敢一回！没错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们。雾护法把胡列娜这个白眼狼扔进玄牢里，让那群玄牢里的邪魂师也为爱勇敢一回。遵命，典狱长大人。龙傲天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是武魂殿的圣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把我和邪魂师关在一起。
龙傲天，你看在娜娜年少无知的份上，就放过她吧。我求你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教导她。像胡列娜这种人，不给她一点刻骨铭心的惩罚，她是不会改的。不要，我不要去玄牢，我不要和那群邪魂师关在一起。结，这可由不得你，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。既然典狱长大人发话了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吧。爷爷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叫回来啊？真的要放弃卧底计划吗？不错，卧底计划已经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了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小雪你就是武魂殿的教皇。从现在开始，小雪你就是武魂殿的教皇了。什么？爷爷，我没听错吧？我以后是武魂殿的教皇？是的，小雪，你没有听错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女人呢？她会心甘情愿地把教皇之位让给我吗？小雪，你放心，比比东已经被老八给镇压了，目前被关在天牢。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去探监。那个女人被关押了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知道八供奉的天赋很恐怖，年仅20岁便已经突破封号斗罗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不可能会是比比东的对手吧？小雪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天牢看一看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八供奉龙傲天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天牢看一看。你应该就是千仞雪了吧？欢迎回家，天使一族的继承人。是的，八供奉，我就是千仞雪。不要叫我八供奉，太生分了，我们两个年龄差不多，你叫我龙哥就行。好的，龙哥。小雪，你来我的天牢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问你2个问题：第一，你为什么要镇压比比东？第二，你为什么要让我放弃卧底计划？来之前我问过爷爷为什么要放弃卧底计划，爷爷说这是你的主意。要知道我已经努力了20年，天斗帝国差不多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，现在突然就这么放弃，还真是让我有点不甘心啊。比比东德不配位，背叛武魂殿，泄露武魂殿的机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是一个疯子，一直都想毁灭武魂殿和天使一族。如果继续放任他下去，对武魂殿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我只好出手将他镇压了。那第2个问题呢？至于为什么要让你放弃卧底计划，是因为这场计划注定会失败，不管你做出再多的努力，最后都会因为天命之子唐三的搅局而导致功亏一篑。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很玄乎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与其继续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回来继承你千家的教皇之位。龙哥，我明白了，那从今以后我会当好武魂殿的教皇，履行千家的职责。小雪，你能想明白就好。龙哥，我想去见一见比比东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这就带你去。比比东，你看看是谁来了？千仞雪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，从今以后我就是武魂殿的新任教皇了，我将会带领武魂殿走出一条康庄大道。至于你想摧毁武魂殿，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那又如何？就算你当上了武魂殿教皇又如何？总有一天我会毁掉天使一族，你们千家欠我的仇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偿还的。切，疯了！我看你真的是疯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以后就一直待在天牢里吧。比比东，没想到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没有认清现实，都已经被关起来了，还做着那虚无缥缈的教皇梦。龙傲天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你要是不杀了我，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必将100倍奉还。比比东，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了你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只是武魂殿的一个叛徒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座今日就满足你。大荒求天旨。比比东，我这一指滋味如何？你还想死吗？我不想死了，我想活着。既然想活着，那就给我老实一点，好好在这里接受改造。100年之后，我自然会放你出去。小雪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比比东这边有我镇压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你只需要按部就班接任自己的教皇之位即可。那好，龙哥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雾护法，你去把胡列娜给我带过来。经过1夜的洗礼，我看她现在究竟还硬不硬气。遵命，典狱长大人。
胡列娜在玄牢待上一夜，现在感觉滋味如何？典狱长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忤逆你了，求求你不要再惩罚我了，不要再把我和那群邪魂师关在一起了，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疯子。胡列娜，你真的错了吗？典狱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一定老实。既然如此，本典狱长就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，误护法带胡列娜回地牢吧。遵命，典狱长大人。既然你知道错了，本典狱长就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，误护法带胡列娜回地牢吧。遵命，典狱长大人。不久之后，便是小雪的继位大典。趁着现在没啥事，不如到外面选个什么东西，用来当做给小雪的继位礼物。这枚10万年的鲛珠看起来不错，回头正好可以送给小雪。喂，前面的那个人说的就是你，你手里的鲛珠本小姐要了。你们两个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你手里的鲛珠本小姐看上了，我出2倍的价格，你把它让给我。你说让给你就让给你吗？这个东西是我买的，我凭什么要让给你？既然这东西被本小姐看上了，那么你就必须把它让给我。本小姐看上的东西，那就必须是本小姐的。还你看上的就是你的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真是一点屁脸不要！你这个家伙，你竟敢骂我！本小姐今天一定要让你好看。蓉蓉，这里是武魂殿，我们还是不要闹事了。既然对方不肯把东西让出来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小奥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为什么不帮我说话？本小姐今天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。这位朋友，蓉蓉再怎么说也是个女生，你不如把东西让给她吧。他就算是个畜生，我也不会把东西让给他的。我劝你们赶紧离开，否则后果好自为之。你竟敢骂我是畜生！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我爸爸是七宝琉璃宗的宗主，你骂我就相当于侮辱整个七宝琉璃宗。你若识相的话，就赶紧对我道歉，并且把东西乖乖让给我，我可以考虑既往不咎。道歉，我给你道毛线！今天我必须要让你们明白，招惹本座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大荒求天旨。区区2个魂王蝼蚁，竟也敢在封号斗罗的面前隐隐狂吠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招惹一名封号斗罗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记住，今天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，若是下次再敢招惹我，我必然会让你们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。蓉蓉，你没事吧？奥斯卡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我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，你也不知道保护我。蓉蓉，我也想保护你，可是对方是封号斗罗啊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不要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了。蓉蓉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那个混蛋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奥斯卡，我们先回去，我要去找父亲告状。就算他是封号斗罗又如何？我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到时候，剑爷爷和骨头爷爷会为我讨回公道的。如果剑斗罗和骨斗罗出手的话，事情应该就稳了。在整个大陆上，没几个人会是他们的对手。爸爸，骨头爷爷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，你们一定要让我讨回公道啊！那个混蛋竟敢伤害蓉蓉，我看他已有取死之道，不管他是谁，如果被我抓到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胡叔，你先别冲动，这件事我们应该先调查清楚。要知道，对方好歹也是一个封号斗罗。爸爸，那个人打的不仅仅是我，更是践踏了我们七宝琉璃宗的脸面。如果不能给他一个教训，世人还以为我们七宝琉璃宗是软柿子。风致，蓉蓉说的没错，不管对方来自何方势力，都得让对方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否则的话，这事传出去，我们七宝琉璃宗还不成了一个笑话。这件事情暂时先压一压吧，眼下马上就是武魂殿新任教皇的继位大典，不能耽误了正事。小雪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天使，我相信今后武魂殿由你来带领，绝对会走到一个新高度。龙哥放心，我一定会当好武魂殿教皇的。小雪，走吧，各方势力已经到齐了，是时候该出去昭告天下了。小雪，走吧，各方势力已经到齐了，是时候该出去昭告天下了。
诸位，老夫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武魂殿的新任教皇便是我天使一族最优秀的继承者千仞雪。从今以后，天使的光辉将引领众生走向光明。我本以为继承武魂殿教皇之位的人会是胡列娜，没想到竟然是千仞雪。难道武魂殿是变天了吗？这位新教皇身具天使武魂，想必是那位极限斗罗的后代，由他来继位教皇也算是合情合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是他？他怎么和武魂殿的供奉们站在一起？蓉蓉，你在说什么？爸爸，那个人就是欺负我的人。蓉蓉，你是说欺负你的人是武魂殿的家伙？是的，骨头爷爷。想必此人应该就是武魂殿不久前册封的第8位供奉。风致，就算他是武魂殿8供奉，也不能这么欺负蓉蓉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我也得让他给个交代。古叔，对方是武魂殿的供奉，我们不能冲动，不能得罪了对方。等教皇继位大典结束之后，我亲自去上门拜访，了却这段恩怨。爸爸，对方可是欺负了我的人啊！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？你个逆女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封号斗罗是什么人物？是你想得罪就能得罪的吗？哪怕是最弱的封号斗罗，我七宝琉璃宗也要尽量不得罪就不得罪，更何况是武魂殿的供奉。我以前就是太惯着你了，才导致你这么不知道分寸。爸爸，我明白了。小奥，你爱不爱我？蓉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爱你了。好，既然你爱我，那你等下陪我去做一件事情。蓉蓉，你想做什么？刚刚在大典上的时候，我看到那颗鲛珠被戴在了千仞雪的身上，怪不得龙傲天不肯把鲛珠让给我，原来是送给了千仞雪。如果我以七宝琉璃宗的名义去找千仞雪讨要那颗鲛珠，想必这位武魂殿的新教皇应该会卖给我七宝琉璃宗一个面子的。蓉蓉，你可不能乱来啊！宁宗主说这件事他会亲自处理的，我们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小浩，你懂什么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如果这次你不站在我这边，那你以后就不要来烦我了。好吧，蓉蓉，我陪你去就是了。教皇冕下，七宝琉璃宗有2人求见，让他们进来吧。你们找本教皇何事？尊敬的教皇陛下，我是代表七宝琉璃宗前来给你送上一份贺礼，但同时作为回礼，教皇陛下能不能把脖子上戴的鲛珠送给我，以表达武魂殿和七宝琉璃宗的友好关系？放肆，还想要我的珠子？我看你是在想屁吃，赶紧给本教皇滚出去！没想到武魂殿的新教皇竟然这么不给我七宝琉璃宗面子。既然如此，小浩，我们走。宁荣荣，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行了？我上次放了你一马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敢出来作妖。看来上次的教训没有让你长够记性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到天牢里进行忏悔吧。龙昊天，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把我抓起来吗？我爸爸和骨头爷爷就在武魂城，你要是敢伤害我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宁荣荣，区魂王蝼蚁，以下犯上，招惹封号斗罗，如今更是跑到武魂殿教皇面前作妖，简直罪大恶极。今日本座以傲慢之罪宣布剥夺你的一切权利，并将你镇压天牢200年。你个混蛋，你赶紧给我放开蓉蓉！奥斯卡，回去给宁风致带个话，就说他教不好的人，我龙傲天来教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大可来天牢找我。宁宗主，古斗罗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们必须赶紧去把蓉蓉救出来啊！你说什么？蓉蓉被武魂殿抓到天牢里去了？你说什么？蓉蓉被武魂殿抓到天牢里去了？是呀，宁宗主，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救蓉蓉啊！可恶的武魂殿简直欺人太甚，竟敢对蓉蓉下手！风致，我们直接去天牢抢人吧！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让蓉蓉落到武魂殿的手里。姑叔，先别冲动，说到底，这件事还是蓉蓉有错在先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去找龙傲天赔罪，然后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相信对方会给蓉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好吧，那就按照风致你的意思办吧。希望到时候龙傲天能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要把事情闹到最后一步。地牢里又来新人了，还是七宝琉璃宗的宁荣荣。胡列娜、燕、鬼斗罗，你们3个怎么会在这里？宁荣荣，你是不是瞎了？没看到我们是被关在这里的吗？
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们不过只是几个囚犯，我劝你们最好对本小姐放尊重点。这话说的好像跟你不是囚犯一样。本小姐跟你们可不一样，我剑爷爷和古爷爷都是大陆上鼎鼎有名的强者，他们迟早会把我揪出去，而你们肯定是犯了什么不得了的错误，才被关在了这里。你们3个以后就永远待在这里吧，本小姐很快就会从这里出去。宁荣荣，我看你简直就是在痴心妄想，别说是7宝琉璃宗了，就算是上3宗和下4宗绑在一块，也不可能把你带出去。没错，宁荣荣还想从这里出去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姐，你们3个一直都是死气沉沉的，怎么宁荣荣一来，顿时变得这么精神了？龙昊天，赶紧放我出去，不然的话，小心我父亲剑爷爷和骨头爷爷他们对你不客气。宁荣荣，我发现你是真的欠揍啊，在天牢里竟敢顶撞典狱长，必须让你长记性才行。典狱长大人，7宝琉璃宗的人求见。7宝琉璃宗的人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去见一见吧。7宝琉璃宗的宁宗主、古斗罗，你们2人来我天牢，有何贵干？龙小友，我2人是来登门赔罪的，还望龙小友给我个面子，把蓉蓉放出去。我保证回去之后一定好好管教她。放了宁荣荣可以，但是等200年之后再说吧。什么200年？龙小友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就算我家蓉蓉犯了天条，也不至于将她关200年吧？还望龙小友行个方便，将我家蓉蓉放出来。宁宗主，我说了，刑期未满不放人。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看你是在找死。怎么，古斗罗，你是想跟我动手吗？我奉劝你一句，最好不要跟我动手，要不然你今天恐怕要躺着出去。狂妄，好大的口气！你区一个90级的封号斗罗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能让我躺着出去。哼，既然你非要躺着出去，那我今天就成全你吧。怎么可能？仅只是一个照面，古叔就败在了龙傲天的手里。要知道，古叔他可是95级的封号斗罗呀，更何况古叔的防御，即便是剑书也很难破开啊！这龙傲天好恐怖的实力。宁风致，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典狱长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们错了，我愿意赔偿500万金魂币。宁风致，你以为凭借区500万金魂币就能收买我吗？你2人今日强闯天牢，乃是大罪。按理来说，我应该将你们直接就地正法。典狱长，这500万只是定金，你放心，回去之后我定然会再奉上5000万金魂币。既然如此，看在你认错态度不错的份上，今天你们对我的冒犯之举，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典狱长，那我家蓉蓉？一码归一码，宁荣荣你们不能带走。从今以后，她是我天牢的犯人，除非表现良好，获得减刑机会，否则的话，休想提前出去。一码归一码，宁荣荣你们不能带走。从今以后，她是我天牢的犯人，除非表现良好，获得减刑机会，否则的话，休想提前出去。典狱长，能否让我去见蓉蓉一面？我有些话想对她说吗？按理来说，探监是允许的，但前提是服从管理的犯人。宁宗主，你这个要求让我很难办啊。典狱长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难办，回头我定然会额外再奉上300万金魂币。好吧，我也不是什么不通情达理之人，不过你记住，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。多谢典狱长。蓉蓉，我来看你了。爸爸，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？你们看到没有？我早就说了，爸爸肯定会把我揪出去的。怎么可能？宁荣荣怎么可能会被捞出去？连我老师比比东那样的人物都办不到的事情，他7宝琉璃宗凭什么？你们这些井底之蛙，当然不会明白我7宝琉璃宗的强大。蓉蓉，你现在感觉还好吗？爸爸，我感觉非常不好，快带我回家吧。龙傲天那个家伙一直欺负我，经常有事没事就给我几个大笔兜子。爸爸，你知道那几个大笔兜子对我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吗？等出去之后，我一定会让骨头爷爷好好教训那龙傲天。蓉蓉，不要再说了，以后你一个人在这里要懂事一点，要服从龙傲天的安排。你放心，爸爸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在此之前，万万不可招惹是非，不然的话，你一个辅助魂师很难在这里生存。爸爸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要救我出去的吗？
蓉蓉，不是爸爸不想救你出去，而是龙傲天的实力太恐怖了，哪怕是你古叔，也不是龙傲天的对手，现在还在外面躺着呢。怎么可能？古爷爷可是95级的封号斗罗，他怎么会输给龙傲天？蓉蓉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事实就是这个样子，以后只能委屈你了。蓉蓉，你放心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宁宗主，时间到了。蓉蓉，爸爸要走了，你以后在这里一定要服从安排啊。宁宗主，情况怎么样？蓉蓉救回来了吗？蓉蓉被龙傲天关押在天牢里，我和古叔没能力把她救出来。这龙傲天简直太过分了，他有什么资格关押蓉蓉？明宗主，我愿意以新罗皇子的身份找龙傲天谈一谈。不管怎么样，想必龙傲天应该会给新罗皇室一个面子。毕竟，就算武魂殿底蕴再强，也不敢明着和2大帝国对抗。不妥，如果用新罗皇室的力量去威慑龙傲天，恐怕会适得其反。要知道，对方可是一个照面就能打败古叔的强大魂师啊！那到底怎么办啊？难道我们真的要看着蓉蓉被对方关押200年吗？诸位，这件事让我来吧。大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蓉蓉是我的学生，如今她有难，我自然不会不管。身为老师，如果连自己的学生都保护不了，我还有何脸面当他的老师？小刚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快点说啊！其实我除了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之外，我还有另外一层身份，那就是武魂殿的荣誉长老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跟武魂殿的上一任教皇比比东有点交情。什么？小刚，你竟然还有这一层背景，为啥不早点说出来？大师不愧是大师，就是厉害。这下有大师出手，蓉蓉就有救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大师，多谢你的帮助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七宝琉璃宗的贵客。大师若有吩咐，我七宝琉璃宗必然会竭力满足。明天一早我就出发前往武魂殿，你们只需安心等待我的好消息即可。那大师，蓉蓉就拜托给你了，一定要把蓉蓉救出来啊！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伤害不了蓉蓉。那大师，蓉蓉就拜托给你了，一定要把蓉蓉救出来啊！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伤害不了蓉蓉。宁荣荣，我天雾护法说你现在依然还很不服气，对吗？龙昊天，我就是不服气，我不就是犯了一点点错嘛，你就把我关在了这破监狱里，真是太可恨了。龙昊天，你快把本小姐放出去，这地牢的环境又脏又乱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宁荣荣，接受现实吧，刑期未满之前，我是不可能放你出去的。龙昊天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向你道歉，行了吧？我道歉认错，你总该把我放出去了吧？说到底，我是个女生，犯点错不是应该的吗？更何况，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你就没错了吗？龙昊天，你现在把我放出去，之前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宁荣荣，这里是天牢，不是你打拳的地方。看样子你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得好好的调教你，让你清醒清醒。龙昊天，我错了，我以后绝对会乖乖听话的。那你还觉得地牢的环境又脏又乱吗？不觉得了，地牢的环境非常好，我非常喜欢。早这么说不就好了，也免得被我调教一顿了。典狱长大人，外面有一个自称是武魂殿荣誉长老的人求见。让他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想见我。龙傲天，我乃武魂殿荣誉长老玉小刚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刚子啊，久仰久仰。龙傲天，我乃武魂殿荣誉长老，地位超然，给我一个面子，放了宁荣荣。刚子，你区区一个29级的废物，哪来的面子？也配在本座的面前提要求？你还真把自己荣誉长老的身份当成一盘菜了啊！龙傲天，你放肆！我乃武魂殿荣誉长老，就算你是武魂殿第8供奉，也无权殴打我。刚子，殴打你又怎么样？不仅如此，我还得再赏你几个大笔兜子，让你清醒清醒。龙傲天，你简直欺人太甚！你竟敢如此对我！我要见比比东评评理，让他治你的罪。怪不得你一个29级的废物，敢在本座的面前大放厥词，原来是仗着自己的后台是比比东啊！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见见他。比比东，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
小刚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走，快离开这里！怎么可能？比比东他怎么可能会被关押在这里？如你所见，比比东现在身份是我天牢的囚犯。刚子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龙傲天，刚刚你打我的事情，我可以不予追究，我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刚子，你以为我这天牢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龙傲天，你想怎么样？难道你还想把我关起来吗？玉小刚，你怂恿武魂殿圣女窃取武魂殿机密，简直罪大恶极！我不仅要关你，还要判你无期徒刑，将你永世镇压于此。不，那不关我的事，是比比东为了讨好我，并非是我怂恿，一切都是比比东的错，你不能关押我。玉小刚，事到如今，你以为在本座的面前搬弄是非就能让本座放了你吗？真是痴心妄想！本座不仅要关押你，而且还要把你关进玄牢中，让你和那群邪魂师关在一起。玉小刚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后半生就在玄牢中度过吧。不要，坚决不要！龙傲天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关押我，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大陆。我的学生唐三乃是昊天斗罗唐昊的儿子，你若伤害我，小三和昊天宗都不会放过你。还有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，他们将来都会站在魂师界的顶点。还有我的家族，上三宗蓝电霸王龙家族。龙傲天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能否承担启动我的代价。真是啰嗦！来人，把玉小刚带下去，顺便告诉玄牢的那群邪魂师，只要不把人弄死，怎么样都行。来人，把玉小刚带下去，顺便告诉玄牢的那群邪魂师，只要不把人弄死，怎么样都行。遵命，典狱长大人。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大师不会被龙傲天扣下了吧？应该不太可能，就算龙傲天要扣下大师，也要事出有因，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扣下大师。不管了，我要亲自去天牢看一看情况。二龙，我跟你一起去黄金铁三角，无论任何事情都要在一起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招惹了龙傲天。宁宗主放心，我们心里有数。原来是弗兰德和柳二龙，你们来我天牢有什么事情吗？尊敬的典狱长大人，我等这次前来是为了我的学生宁荣荣和我的学生玉小刚。他们两个现在是我的犯人，其中宁荣荣被我判了200年，玉小刚被我判了无期徒刑。你凭什么关押小刚？他犯了什么错？尊敬的典狱长大人，不知玉小刚犯了什么错，您要关押他。玉小刚怂恿比比东窃取武魂殿机密，单凭这一条，足以让我判他一个无期徒刑。不可能，你这是污蔑，小刚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，而且就算小刚做了，也轮不到你来审判他，而是应该由蓝电霸王龙家族进行审判。随你怎么说，但我乃武魂殿第8供奉，我想审判谁就审判谁，我想镇压谁就镇压谁。你若不服的话，大可向我出手。你们若能打败我，自然可以把玉小刚救出去。二龙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，等回去之后再从长计议。我不回去，没有见到小刚之前，我哪也不去。柳二龙，原来你这么喜欢我的天牢，不如你来劫个狱，这样就可以和你的小刚作伴了。典狱长大人说笑话了，我们怎么会劫狱呢？我和二龙马上就走。走，弗兰德，你以为我这天牢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我和二龙可没犯什么错啊，难道你要把我们扣下吗？柳二龙确实没有犯错，他可以走，但你弗兰德犯了坑害平民魂师之罪，你怕是出不去了。我什么时候坑害平民魂师了？这简直莫名其妙。弗兰德，你坑害平民魂师的报名费简直罪大恶极！今日本座以典狱长的身份宣布剥夺你的一切权利，并判你有期徒刑100年。龙傲天，你不能关押我，那些平民魂师都是自愿交报名费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废话少说，本座证据确凿，你休要狡辩，有什么话留着到地牢里再说吧。小怪物们，不好了！这次不仅没有把小刚救出来，弗老大也被那龙傲天给扣下了。小三，小刚是你的老师，你有什么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吗？
这龙傲天简直欺人太甚，不仅抓了蓉蓉，还把老师和院长都给抓了。我唐三和武魂殿不共戴天，这件事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小三，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？我打算潜入天牢，先找到老师他们具体的位置，然后再趁机把他们救出来。潜入天牢，这跟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？风险太大了。宁宗主，你未免有些小看唐某人了吧？正面对抗封号斗罗，我或许没有什么把握，但若只是潜入天牢这种小事，我还不是手到擒来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按照唐三的方法去办了。更何况，就算失败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损失。而且唐三是唐昊的儿子，他若遭遇什么不测，说不定还能将整个昊天宗拉下水。到时候上三宗一起向武魂殿施压，或许能让武魂殿把人都放出来。唐三，放手去做，只要你能把蓉蓉救出来，那你就是我七宝琉璃宗的贵客。到时候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七宝琉璃宗都会全力配合。钱不是问题，你需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宁宗主客气了，蓉蓉是我的朋友，救她是我的义务，说钱就有点俗气了。小三，蓉蓉和小刚以及福老大他们，可就全靠你了。诸位放心，明天我就去天牢一探究竟。小三，蓉蓉和小刚以及福老大他们，可就全靠你了。诸位放心，明天我就去天牢一探究竟。弗兰德院长，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？小刚许久未归，我们本想到天牢看看怎么回事，没想到龙傲天以坑害平民魂师之罪将我关了进来。不得不说，这龙傲天简直太过分了。院长慎言，在天牢里这种话可不兴说，万一被那龙傲天的走狗们听到，我们可就惨了。对了，蓉蓉，我怎么没有在这里看到小刚啊？院长，你知不知道天牢中的血牢？我知道啊，玄牢不就是天牢众关押邪魂师的地方吗？我路过玄牢的时候，甚至还看到一群邪魂师正在对着一个人形龙阳之士，那扭曲的虚弱哀嚎声，听得我简直不寒而栗。院长，其实那个被行龙阳之事的人就是大师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小刚竟然会被如此对待？院长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事实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在天牢中万万不能忤逆龙傲天，否则的话，大师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。诸位，我这天牢住的可还舒服？非常好，我非常喜欢，我简直爱死这里了。既然喜欢这里，那就好好的开始工作吧。毕竟我的监狱里可不养闲人。宁荣荣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工作就是去踩缝纫机，并且一天要干满12个小时。什么？12个小时？如果你嫌少的话，可以再加2个小时。12个小时就12个小时，只要能给吃的就行。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。弗兰德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任务就是在天牢后面的矿山里挖矿，一天必须挖够20个小时。什么？龙傲天，我堂堂一名魂圣强者，你竟然要让我去挖矿，而且一天要开采20个小时，资本家听了都要流泪啊！你放心，到时候玉小刚也会陪你一起去的。尊敬的典狱长大人，此事还能再商量商量吗？少废给我废话，再废话小心，我把你也关进玄牢里。是，我马上就出发。素云涛，这2个人以后就交给你了。我叫素云涛，负责管理后山的一切事务。既然你们2个是新来的，我就给你们讲讲这里的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2人的产量必须要达到100公斤，否则的话，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素云涛，你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6环魂帝，我拿捏不了龙傲天，难道还拿捏不了你吗？你可知我的学生唐三以及史莱克7怪的其他人，他们资质逆天，将来都是站在魂师界顶点的人物。你如此对我，相当于把自己的路走窄了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我们，将来我保你尽享荣华。玉小刚，你少拿唐三那个家伙来唬我！既然来到了这里，那就好好的给我干活。这就是天牢了吗？凭我2世为人的经验，潜入一个小小的天牢，应该是手到擒来。可恶，这天牢竟然如此恐怖，里面还有重重阵法守护。若不是我施展了3次无敌真身，恐怕已经栽在里面了。看来事到如今，只能从长计议了。
典狱长，刚刚您去后山的时候，天牢的西北方向貌似有人入侵，而且我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根蓝色的头发。蓝色的头发，莫非是小瘪三来了？真是太可惜了！若是早知道唐三要来，我就直接打开天牢的大门，让对方进来。只要进了我这天牢，他就别想再出去。典狱长大人，是否要派人追击入侵者？追击，立刻派人追击。算了，还是我亲自去追击吧。该死的龙傲天！若不是你，我岂会连续施展3次无敌金身，导致小五的灵魂受损？可恶的龙傲天，可恶的武魂殿，我唐三与你们势不两立！唐三，可算是让本座找到你了。阁下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抓我干什么？唐三，你闯我天牢，难道就这么想一走了之吗？你是龙傲天？唐三，你已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